論勇武。咩係勇武呢？係磚、麻包袋，定係莫洛托夫雞尾酒呢？分拆勇武兩個字，勇者不懼，止戈為武。前半出自《論語》，後半出自《左傳》。勇指嘅係一種心態，武指嘅係一種目標同埋行為。勇武所需嘅，正正就係知行合一。相信大家都深明分清是非黑白嘅重要性，然而好多時候卻係知易行難。有幾多人深明大義，卻係唔敢付諸實行呢？有幾多人可以心中不懼怕，去制止現實嘅干戈呢？我哋無可否認嘅係，危險而家正充斥喺我哋嘅身邊。警察嘅濫捕，由盾擊、棒打到生挨毒氣、橡膠布袋，甚至真槍。當路過講一聲，你哋嘅良心呢？被打、被捕。當學生派發傳單，被攻擊到門牙都脫落。當列車駛到去太子站，速龍無差別咁攻擊市民。當進入咗新屋嶺被私刑侍候，黑警攻擊你嘅時候，係唔會睇你係咪一個手無寸鐵嘅和理非。唔計警察，721元朗西邊圍、南邊圍、荃灣二波坊、北角福建幫，單係惡名昭彰嘅黑幫集中地已經唔少。哪怕你係愛國愛黨嘅紅底藍絲，似乎都唔能夠保證唔會遇襲。喺警黑合作底下，你真係確信警察將佢哋繩之於法咩？要知道，警權從來都唔係一個自有永有嘅存在。根據社會契約論，警方使用武力嘅權利係從市民身上借翻嚟，同你係應該履行守護市民嘅義務。而家佢哋有冇盡到呢個義務呢？咁我哋仲應唔應該借出呢個權利呢？日本極真空手道宗師大山培達生前有一句名言：沒有正義嘅力量係暴力，沒有力量嘅正義係無能。如果你認同黑警係冇正義嘅暴力，咁你仲要唔要成為一個無能嘅正義呢？翻到最基本，咩係勇武？古今中外，習武嘅原因不外於強身健體，繼而有自保嘅能力。止戈為武，止戈嘅目的講穿咗，都係要想守護自己嘅啫。歸根究底，勇武都只係要有自保嘅能力，再推己及人，保護身邊嘅人，咁先可以保護我哋嘅屋企，我哋嘅香港。社會上逐漸有啲人提倡不分和勇，勇武從來都唔應該係和理非嘅對立面。勇武就好似一個額外嘅屬性，只要你有心，所有嘅和理非都可以勇武，甚至所有和理非都應該勇武。當你身邊需要保護嘅人受到傷害，你要選擇縮頭痛哭，定係勇於反抗？從今日起，運動好，健身好，武術都好，你願意改變嗎？聽起嚟好天真，但我唔想再有人受傷，有人被捕，有人輕生。香港人加油！勇者不懼，止戈為武，全民皆兵，刻不容緩。五大訴求，缺一不可。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。